多謝購買派克魔盒，這個是安裝教程。首先安裝電池到遙控器，啟動派克魔盒後，在遙控器上同時按音量鍵交和，直到連接完成。在這裡選擇你的系統語言，這裡調整你畫面大小，這裡輸入你家裡 WiFi 密碼，用遙控器到勾的位置，按 OK 連接。按下一步，調整地勾和時間格式。等待免債聲明完成後，按同意到下一步。這裡輸入我們提供的官方 App 網址，按搜尋，在網站找視頻這裡圈了的夾，按 OK 完成現在和安裝。按退回或 Home 鍵回到主頁，按加鍵，選擇剛剛安裝了的官方 App， 退回主頁後現到 App 已放在主頁了。現在可以開啟使用派克精彩娛樂內容。